對照顧者友善嘅社區咧，當然我哋好多時候一定會睇外國嘅例子啦。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嗰樣嘢咧，就係我哋揾到自己設計嘅計劃。咩叫自己設計計劃咧？就係個在地化嗰個原則。即係譬如好簡單咁樣講，外國都有好多喺屋企入邊、家居入邊支援照顧者啲措施。咁但係咪全部都可以照板煮碗，可以擺到香港去用咧？其實好多時候都唔能夠，因為香港自己有獨特嘅居住環境啦，不論係嗰個面積啦，不論係佢嘅環境上，或者照顧者原本自己係咪在職嘅照顧者，好多嘅特徵咧都係香港獨有。咁所以建基於呢一個咁樣咁獨特嘅情況咧，我哋覺得香港要推行照顧者嘅友善嘅環境，必須揾到自己嘅方法。呢個就係好倚靠究竟香港自己 NGO 同埋香港嘅基金會有冇一啲嘅叫做 innovative 啲，或者一啲人哋其實好多時候其他地方未 pilot 過嘅一啲措施，從而都係收集一啲嘅數據。有咗呢啲嘅數據，有咗呢啲嘅方法之後咧，先至可以變為政策，有一個長遠同埋一個真係有效嘅支援。喺政策層面上面咧，我哋見到政府推動嘅措施入邊啦，第一個咧就係佢連結咗唔同嘅數據庫。咁呢個喺香港政府嚟計咧，以前成日都好想做到，但係好難去做到，因為唔同嘅資料庫喺唔同嘅局啦、唔同嘅部門去管理，點樣將佢哋統整埋一齊，呢個係十分之困難。咁但係我見到政府已經做咗，同埋都識別到好多高風險嘅住戶。咁第二個咧就係用到好多嘅科技產品去做到一啲，譬如話做啲防跌嘅一啲監測系統啊。而呢啲防跌監測系統咧，以往好多時候都係只係喺院舍、醫院啊等等嘅環境先見到，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喺家居嘅環境入邊，你同我嘅屋企入邊都可以安裝到呢一啲嘅防跌措施。呢個係真正做到呢啲嘅樂齡科技可以入到屋嘅一啲措施。咁呢啲我哋見到咧，都係政策上面呢個進步。我哋見到咧，而家政府咧都已經好主動咁樣接觸照顧者啦，提供支援啦。但我哋期望未來咧，單靠政府其實好難真係做到一個好全面嘅覆蓋。所以我哋需要嘅係政啦、商啦、社啦，以至照顧者自己本身啦，都需要互相合作，先至可以建構到一個照顧者友善嘅網絡，同埋真係提供到長遠同埋有效嘅支援俾到照顧者咯。